做生肖人的老母啊，你啊，回家啊，无要煮菜啊，我小三啊，叫着我们心里一直有一个一直被隐藏住的事情，就是咱家己有家己的名，无这件代志，拢用看足久，看到家己都袂记讲啊，咱其实也无家己的名。山川壮丽这一部片的创作的背景蛮特别的，它是在香港事件，还有就近几年台湾的国际情势之下，一直以来我们都想做一部影片，然后问台湾人我们长期以来共同的问题。我希望观众在观赏完《山川壮丽》这部作品之后，最起码对自己跟自己的国家会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我们共同有的问题是不是不要再留给下一代了？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这一辈就应该要有一点负责任的态度去解决长期以来应该要解决的问题。谁人知影阮的名？